佢就係九龍中嘅候選人李慧瓊 Starry。各位市民、各位媒介朋友、各位戰友，大家好！支持民建聯，支持民建聯。今次慧瓊係喺九龍中爭取連任，20幾年，由區議員到立法會議員到全國人大常委，我都係堅持走在前線，直接落到社區聆聽大家嘅聲音。我承諾，如果我有幸當選，我會用好人大同埋立法會嘅平台，為香港增值，爭取更多有利國家香港發展嘅政策，讓到我哋香港可以發展得更好。近日我經常落區，九龍中市民有好多嘅心聲，地區層面我會要求政府盡快落實第二個建院計劃，第二個10年建院計劃，喺黃大仙區興建全科醫院。仲有好多嘅居民話俾我哋聽，基層嘅居民佢哋要置業，要求政府盡快重推租置計劃。九龍城區要舊區重建，特別13街嘅居民。仲有我哋啟德係一個係全港嘅文體旅嘅一個新嘅地標，我會同大家一齊推動啟德輕軌盡快上馬，東九龍沿線接駁到去慈雲山同埋瓊富，希望大家支持4號李慧瓊，拜託大家，九龍城黃大仙嘅朋友，多謝你，多謝。支持李慧瓊，支持李慧瓊，李慧瓊當選，李慧瓊當選。